林宝树屏东分署最近伫咧六股石头一座林业循环利用场景，甲废茶正做会当多元利用的茶叶啊，一年呢会当生产2400吨，甲台湾的林业带向循环的永续发展。工作人员拍开开关，已经加做粉的原料豆豆啊，对空白啊走出来准备压缩。无偌久的时间，就正做这一粒一粒会当多元再利用的茶叶啊。高雄六股的林业资源丰富，一年整规收藏会产生660吨的废茶，因过拢是用烧掉，也是后备来处理。现在林宝树屏东分署伫六股石头一座林业循环利用场域，一年会当生产2400吨的茶叶啊，唔来当摕来烧，过当当做鸟仔刷。保守以1吨4000块来计算，一年可以创造960万的产值。那除了这一个经济的产值以外，它也是我们近零碳排，可以替代燃煤的这些替代。家用垃圾有焚化炉来做焚化再利用的一个机制。那林业的部分，木材或者是剩余的木头，就会由我们这一个再利用的循环系统。来做一个减量。林宝树表示，无论是竹啊、松梧，还是果子啊、树果，全部拢会当摕来加脆，做成这款环保佮有经济价值的茶叶啊。因为六股这边一年的林业废茶差不多660吨，林宝树也望会当甲当地农业废茶做规摕来做。农民讲，因将愿意配合，不只个相关的规划还先做好势。定一个时间，那我们把这些废料、这些枝条整理好之后，放在一个固定地方，然后这个车子会来收这些料。林宝树表示，六股这搭是示范点，即阵等咧找找有意愿的业者来换头经营。除了茶叶以外，未来也考虑要增加设备，甲废茶提炼做精球，也是加做糊来种果啊，结合地方的特色产业，实现台湾林业的循环经济。记者郭家祖、顾兆勇、高雄场报道。